thầy xe lụt lụt sao con á lụt nó sập thì con này
听到比猪叫，比猪听到比鸟，比猪嘛听到比公鸡让到有一群人搞，你能不骂叫评价就可以了，可以自己多这样子。到最后他们写的不着调，领导说的他们写的不着调，领导都就写的不着调，不然也只有出门听到有一群人搞，你骂这个。回头去听到老听到比猪叫，比猪听的，比猪听到比鸟听到比公鸡让写不出。到有一群人搞，你说骂叫评价都可以么？可以，可比么？可比就比公布。这样在路上过，人到东东上路前路不交价，人到东东，东路前路不交，人到东路上路前路不交吧。到有一群人搞，你说骂叫评价都可以么？可以，可比可比就比公布，让这样过。到东路中还是前路不交，不到就到包单到东包东的人就是小区里。cho sốt lên tới giờ nó cái bây giờ đó hả